臨湖宜居可以睇到我哋嘅高爾夫球景，仲可以睇到果嶺景觀。如果你中意呢種自然環境，中意呢種安靜舒適氛圍，可以嚟到珠海金灣呢度睇一睇我哋嘅華發保利天和。咁距離我哋嘅珠海金灣機場16公里就可以去到啦，暢達全國啊！咁我哋周邊嘅醫療配套有我哋嘅吉林大學珠海醫院，同埋廣東省人民醫院珠海醫院，全部都係三甲醫院嚟嘅。咁項目周邊仲有我哋嘅公立幼兒園、天和幼兒園，同埋9年制公辦學校。紫荊中學同埋金湖學校都已經全部開學噶啦，小朋友出到家門口就係校門。Nice， 非常之方便嘅。我啲小區打造約136萬平方嘅高爾夫加華發保利天和內部園林。事不宜遲，帶大家上去我啲新加推嘅103方3房2衛嘅戶型睇一睇啦。而家帶大家嚟睇嘅係新加推嘅103方嘅3房2衛嘅戶型喎，睇下啲戶型係非常之四正同埋光猛嘅。我哋項目嘅交通都係非常之便捷嘅喎，通過我哋嘅紅河大橋34公里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，78公里可以去到香港機場。咁通過嗰個金海大橋咧，27公里抵達橫琴，33公里抵達澳門蓮花口岸嘅喎。咁仲有個珠海大橋，24公里可以到達香洲嘅主城區。商業配套有我哋嘅金灣華發商都、紅星美龍、寶龍城購物廣場。周邊仲配備我哋嘅金湖濕地公園、金山公園、中心湖濕地公園、中央濕地公園，同埋我哋16公里嘅情侶路及海岸線。社區內部仲打造約1.6萬平方嘅中央公園，自成一道約320米長嘅景觀中軸，實現內外雙景。所以喺呢度呢，高層可以北望高爾夫、南看金湖公園同埋中央公園，四面都係景。睇下我啲樣板間呢邊可以睇到我啲個湖景同埋果嶺景，同埋北面嗰度可以睇到我啲高爾夫景嘅。呢度三重景觀係非常之養眼嘅，空氣入邊都係滿滿嘅負離子啊！我哋項目配建約10萬平方嘅商業街，有天和海悅里以及和風廣場，旁邊仲有我哋嘅9線業主食堂，可以同親友鄰里一齊品嘗熱氣騰騰嘅健康飯菜啊！天和仲開通咗往返珠海口岸。人工島業主港珠專線巴士大大方便業主出行，香港業主只要一到珠海就可以坐上專屬班車直達天和，不用再換車。上返香港呢，家門口就可以坐上班車，又可以直達港珠澳大橋，非常之方便嘅。如果你係天和業主呢，仲可以享受業主權益嘅喎，直接入場打波。我的天哪！我哋華發保利天和為香港業主提供咗一個實現飛竿自由嘅機會，好似呢種擁有三重景觀嘅產品係非常之難得嘅喎。咁而家成功上車嘅話，開發商仲贈送你10年嘅車位使用權，係咪非常之抵嘅咧？好似之前呢啲項目賣到3萬幾一方嘅，而家只需要萬零蚊就可以上車啦。如果近排對呢種產品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喺評論區私信問我攞資料同埋折扣啦。